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大家注意，运动对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。故说，今日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从乡下跳舞，乡下跳一只尊巴的有氧舞蹈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做暖身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赛跑热身，老娘的大腿抬起来，用下来，稳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第二种动作是弓箭步侧边呢，人家底下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稳片上，同样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要前后的弓箭步。记得咯，人家就会脚趾头哦，会侧往下，停到呀，1、2、3、4、5，稳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来人家就要留后背一只脚伸出来。停留，同样是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稳片上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最后一种暖身动作，同样是弓箭步，手往上伸直。3秒钟，3、2、1，非常好。稳片上，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要配音乐来跳动态的暖身动作。准备咯，1，垫脚。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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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、6，稳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一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稳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松树，加一刀，1。大家就表现得当好哦。接下来，人家就会正式进入尊巴有氧舞蹈。接下来，人家就会继续来跳尊巴有氧的舞蹈。各位同學、各位觀眾，大家還記得上一拜嘅動作係乜嘅冇？人家就同樣來複習一下哦。準備咯！預備，開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总数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还有数的偏法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张了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张了一遍，那就要加快速度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今晡日俺就会新的课程是继续留有图的动作学下去。准备哦，俺就会来学动作。预备，看老师的脚，往旁边打开，1、2、3、4，4个拍子，张了一遍，1、2、3、4，张一遍，1、2、3、4，弯片上，5、6、7、8，加总数，准备哦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隻動作呢非常的簡單，故所呢，人家就要繼續加動作進去，準備咯，1、2、3、4，看老師的腳，5、6、7、8，彎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四度點四度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張落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張落一擺。人家就要一隻動作咧，腳要同較夾到嘅，準備哦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注意欣賞的身體哦，準備看哦。一的時候，右肩膀要往前，彎片上，2、3、4，肩膀是相反的方向哦。張落一度，1、2、3、4，記得咯，你愛目珠要看前面，張落一邊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準備哦，加前面的動作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張落一擺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表现得同好哦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要结合所有的舞蹈动作，准备哦，还记得前面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遍哦。准备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听懂吗？再来一遍。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就要加快速度咯。准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表现得同好。接下来，大家就会配音乐来练习一下。准备咯！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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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好，再来一遍。准备咯！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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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好，再来一遍。准备咯！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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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好，大家就表现得同好哦。今日我的课程就到呀，希望大家按仔细。